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以斯帖记第8章第1到17节，马太福音第18章6到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恶的距离。耶稣基督有一些教导，也可以说很多教导，或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，是完全不能用字面去了解的。那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经文这样说：无论谁使信徒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，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淹死在深海。这世界竟有使人离弃我的事，多么悲惨啊！这样的事固然会有发生，但是那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了。如果你的一只手或是一只脚使你犯罪，就把它砍下来扔掉。缺手缺脚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比手脚齐全而被扔进永不熄灭的烈火中好多了。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把它挖出来扔掉。只有一只眼而得永恒的生命，比双眼齐全被扔进地狱的火好多了。这种说法就好像有一些家长看到孩子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呢，就会这样说：哎呀，真想把他赶快把他再压回肚子里面去。又如同耶稣基督跟那个尼哥底母的对话，说到重生一样。这重生并不是尼哥底母所说的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出生一次。尼哥底母本身就是用字面去了解信仰的人。许多的人认为信仰要符合科学根据，像这样的人也是如此。这样的人要明白真理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哪有人说，如果一个使微不足道的人，离弃上帝，就不如把他丢在深海里面，又要在脖子里面绑大磨石，这不是更惨吗？怎么会有人一说一只手或一只脚让你犯罪就要把它砍下来？这是什么教育？哪门子的教育啊？如果你我都这样想的话，表示我们真的是不懂真理了。如同前面所述的尼哥底母一样，他误解了真理的教导。听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治安非常的好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偷东西就要把手指头剁掉，所以大家都害怕的。但就圣经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不是这样了解的。我们所要剁掉的是使我们犯罪的肢体那个行为。我们所要做的是要离恶远一点点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就这样说嘛：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离恶要远一点啊，不要让恶成为你我的肢体，别让罪性成为你我的生活，这才是耶稣基督的重点。
甚至我们在旧约也可以看到，跟外族的战争当中，经文常常说到要把他们家里的人灭绝。其实要指的并不是只有这个人，而是这些人后面所带来的那些坏习俗啊、拜偶像的生活，这种的影响，基本上会很根深蒂固的影响着犹太人。所以上帝要犹太人断绝这样的关系，断绝这样的恶事、恶罪性以及错误的行为。我们要去思考人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。以前曾经关心过吸毒的少年犯，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：哎呀，我以前总是觉得吃一次又不会怎样，又不会那么快上瘾。然后呢，他们都会说：但是我错了。恶与我们的距离就是那么的近，就在一念之差，就在你我的手跟脚。所以耶稣基督才会用这样的比喻：恶离我们有多远？耶稣基督曾经说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了邪念的，这人心里就与他犯了奸淫了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28节，也如同马太福音第18章今天的经文所说到的，在第5章继续的经文里面也这样说，29节他说：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也不要叫全身都下地狱。恶的距离就是这么近，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，要谨慎，要快快的与恶切除关系。我们也看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记载，其实也是如此。我们说的除恶必尽，勿尽，除恶勿尽，否则的话后患无穷。对于哈曼所计划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恶行，以色列王后也一一的排除，没有留下任何邪恶的危险因子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其实也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警醒，有除恶的决心。基督徒要靠得住，得以胜过邪恶的攻击。接下来我们一样要用诗篇140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导读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40篇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的人，求你保守我免受强暴者的残害。他们一心涂抹邪恶，整天制造纷乱。他们的舌头像毒蛇一样，他们的嘴唇像眼镜蛇，含有毒素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的权势，阻止强暴者要达到我的阴谋。狂傲的人张设罗网要害我，他们设好了圈套，沿路布下陷阱要捕捉我。我向上主说：你是我的上帝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至高的上主，我坚强的拯救者啊，你在战场上保护我，
上主啊，别让恶人实现他们的心愿，求你使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，免得他们自高。求你别容许我的仇敌胜利，叫他们的恫吓归在自己的身上。愿炙热的炭火落在他们的头上，愿他们被抛进深坑，永不能出来。愿诬告别人的人不能立足，愿强暴的人被祸患消灭。上主啊，你要维护弱小者的权益。我知道你要为贫穷的人伸张公义，正直的人要颂赞你，他们要居住在你的面前。